各位好，我哋而家身處喺長隆灣一個385尺嘅單位兩房買賣嘅。咁其實大家見到咧，呢個咧就係一個客廳啦嚇。客廳嚟講咧，暫時擺一部雪櫃喺度。咁嚟講咧，其實都方方正正。咁由客廳咧行翻出去咧，就係22尺嘅露台啦。望嘅景觀嚟講咧，都相當開揚。咁啊，大家見到啦，其實睇翻咧都係體育園嗰邊啦。咁Airside 奧運峰都係日頭可以見到獅子山嘅。咁嚟講咧，跟住咧由呢一個露台咧再望翻我哋呢度22尺嘅露台啦，22尺露台，再望翻個廳咧暫時擺咗部雪櫃喺度呢度其實呢邊嚟講咧就係擺 sofa 啦，咁呢邊咧另外嗰邊咧呢度咧就係擺電視啦。咁嚟講咧就跟住我哋可以去廚房睇下。呢度係雪櫃嚟嘅，下邊係冰格，上面係跟住我哋去洗手間。洗手間原裝發展商嘅收樓標準都係企缸設計，唔係浴缸設計 ，sorry， 浴缸設計咧就係再去翻房間。咁房間呢個客房四四方方嘅，擺完床擺衣櫃冇問題。窗台就唔計實用咧。附送咁呢邊咧，其實仲有16尺嘅露台，工作平台係計埋實用嘅。咁其實好通風嘅，因為同翻去廳嗰個22尺嘅露台咧，大家有對流嘅效果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再去咧就係嗰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呢度入去，咁跟住咧就會呢邊就四方方擺完床，絕對有可以擺到5尺衣櫃，寬敞嘅，385尺做到2房等廚，其實個效果嚟講咧都叫做實用啦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可以聯絡翻我哋志高物業自給代理，本身係呢一區所有代理，我哋公司都已經接近10幾20年嘅經驗，多謝晒大家。